啊，你是画啥物花哈？这是后仔花，这是日头花。我上爱第一个玫瑰花，第二个是樱花，第三个是百合。我有送过妈妈手工的花，用画成纸做出来。啊，你敢捌收过花哈？敢若阮姐姐毕业的时阵有收过，有一个袋仔甲迄几支拢包起来。啊，包甲安尼足水的，一把安尼足水的哟。对啊，啊，你敢有想要知影，伊是安怎会当甲花包甲遮水？想要啊。啊，我嘛足想要知影的呢。任务来了！任务来，去出任务，任着阿公，小就出任务。喊叫手电地，多煮五针面，手机也准备好。出任务，跟着阿公，做人上盖高。哇，这个足水的呢。啊，毋过边啊，这个嘛足好看的。阿高，你创啥？啊，金少，你来甲拄啊好啦，你甲我斗看者啦。这是啥？我甲你讲哦，阮阿嬷前日要交完呢，我想要送花而已啊。啊，毋过这两个拢足水的，我毋知影要送倒一个较好呢。我感觉这个红搁大瓣，袂歹哦。啊，这个足济花，看起来足澎湃的，我嘛真介意的。你竟然这两个拢足水的呢？啊，是吼。我经一久的呢，我拢经袂出来。你看迄个红的哦，就像我阿狗啊，红记记。啊，另外迄个就是哈。阿高，你竟然这两个拢足水的呢，实在是伤歹劲啊啦！啊无，咱来去找专业的人来斗相共，行？哎，金少，我还袂讲完呢。啊，对着啊！第一个线索花，第二个线索专业证照。今仔日要找花的魔法师，就是花艺老师。秋天做花艺设计的工课已经到档啊，即卖是专门咧教人做花艺的老师。伊有几6种花艺专业的证照，参像欧式的花艺、日本的花刀等等。要做一个花艺老师，毋但爱有专业的知识，上重要的是爱花的心，嘛爱会晓观察生活中的水，才会用着。你好，我是金蕉。你好，我是阿狗，我想要来找花，送互阮阿嬷。哦，你要找什么花呢？我想要找一束红记记的花，我爱足大蕊、足大束的，世界大的。哦，这两双拢真水呢。我这个有其他的选择，你想要试看卖无？有搁较水、搁较大的哦。安尼你紧带我去看。但是因为这是花艺教室，现场我咧卖花，我拢咧教学生拔花。不过我会使教恁拔哦。好啊。安尼我来做你的助理，加搞斗相共，敢会使？当然会使啊。阿高，我感觉甲吉拔花较有诚意哦。无咱来挽花啊。啊，要拔花，我爱家己挽花哦。这块地本地是秋天的爸母咧种菜，秋天开始做花艺了后，就刷一部分改种花。哇，这花真水耶！哇，真水耶！哇，真水耶！阿姨，我来啊！啊，你家刀敢有炸？有啊，我有炸加刀。好啊，阿姨，嘿，挽花敢一定爱用夹的，一定爱用夹啊袂使用手挽就好啊。无，因为这挽落，挽落伊就安尼啊，嘿，嘿挽落伊就拗落啊，拗去啊嘿！安尼花拗着你就袂伫啊。我都拢单掉啊，哦嘿，哦即类你会使加，你试看卖，你有这蕊为这，我爱对倒加，你爱为这个管遮加落，管下骹这管，安尼加落。嘿，加落，嘿，对。这就是红菜头的花哦。哎，这是红菜头的花，这哦，这就是红红。真的嘞！你看，原来菜嘛用种花。你要食过冬蚵无？我捌啦，想袂到这冬蚵嘛用种花咧。
冬奥的花是黄的，你敢知？啊，香菜嘛有啦，你讲盐水，盐水嘛有花，有对啊，啊，盐水嘛有盐花，水嘛有花，迄张就是啦。这张就是。嘿，这就是盐水的花你讲。这是盐水，这对啊无啥像盐水呢？哎呀，你也闻看就知。盐水的花敢有盐水味？你给它闻闻看淡。薄仔的，淡薄仔盐水味咧。哦，阮大家拢伫咧认真加花，阿狗是搁走去倒位冒灰啊？我才无咧冒灰，我是咧检查这个花敢有够大蕊。哇，妹啊，你莫走，妹啊，哇，足水的呢。阿伯阿姨，嘿你有感觉恁种花了后啊，家己有啥物改变无？种花就是看到逐工看到花嘛足水的啊。你当初哪会想要种花？啊，因为秋天拢有咧用花啊，啊伊就讲要种花啊。嘿，啊，我嘛袂晓种，啊伊就指摕来，我就安尼黑白凊彩啊，把它种的种的。这规片花园了，你家己慢慢种出来。嘿，对啊。啊，你对咧秋天你做这花艺有啥物想法？莫拖歹就好嘿啦，啊，卖拖歹，趁歹拢无要紧啦。伊就欢喜做啊，家己身体顾好啊，安尼逐工看到伊安尼，阮就好啊。因为做花种花的关系，秋天比前搁较定来园里做工课，甲爸爸妈妈三个人做伙照顾这片花园。秋天恁遮种的花足侪款的呢，是讲做花艺爱家己拔花，搁爱家己种花哦。有一寡花阮家己种的啦，但是大部分拢甲花市定的。我即摆看时间可能差不多啊哦，咱准备来载花啊哦。好啊好啊，行。哇，这个花拢足水的，足多呢，我逐款拢想要爱。对秋天出来载花才知影，原来需要偌济花，要定什么款花，搁爱掠花开的时间。这嘛是做一个花艺老师需要的能力，尤其上界重要的是，什么节日就爱穿什么花。大风呼呼吹，啥人对家过，情感拢黑白，你不配去花地。是毋是欠这？你，大年，咱两个今仔日要结婚啊，我足欢喜的呢。啊，你有欢喜无？你是毋是欠这？阿母，多谢你逐工透早叫我精神，搁煮早顿互我食。阿母，I love you。是毋是欠这？哦，你慢就来啊啦！诶，阿狗是走去倒位啦？阿狗，进来斗相共啊？哦，我来啊。老师，啊，恁即马在创啥？阮即摆咧整理花啊，进来斗相共啊？你搁咧看？哦，咱即摆对咱载回来的花吼，台北寄来回来的花，咱开始来甲伊整理。像这台北寄来回来做啥物整理？咱叶啊伤济，就爱先挽掉。挽掉。基本上吼，这个桶啊遮悬对无？嘿，伊的桶啊下骹拢袂使有叶啊。叶啊去浸着水安怎？叶浸了水，伊会怎烂去？会烂去？啊，水内底怎会足侪菌的？啊，你若讲水内底足侪菌的吼，你这花要吸水就较歹吸啊哦。啊，为啥拢爱安尼加互起起安尼？加好起吼，伊花咧吸水会较好吸。哦。啊，过来这叫做桔梗。好，啊，咱即马甲叶啊挽掉。挽掉，嘿，像安尼叶啊拢甲伊挽落掉。阿狗，你咧创啥？你有咧整理无啦？有啊，我有咧整理啊，你看，我甲叶啊拢扫做一堆呢。老师，所以大概处理的花拢遮尔济哦。今仔这个花量算少的哦。这算少？但我感觉足多哈。老师毋对啊，你看你家己爱啊，种花、挽花、搬花，搁爱整理花，遮尔济代志，拢家己来，那会无请一个助手啊？我有助手啊。助手？对啊，你就是助手啊。哇！哦，金蕉，你的动作哪会咱停落来哈？花阁足多呢，较紧的啊。好了。哦，老师真无闲，你搁安尼冒灰哈？歹势。我咧无甲你看着，你就开始冒灰啊你。想袂到要做花艺老师，除了爱教学生以外，搁爱有遮尔济高工的工课爱做。
老师，阮等花整理煞，毋是要开始拔花啊？恁哪会带阮来遮哈？我知，嗯由我这个助理来回答。啊咱是要来找白花的灵感。无毋对，因为我定定拢会伫遮行来行去，一寡灵感就会走出来啊。哦，安尼我紧来去找。老师，嗯你是安怎找灵感的？你看像迄草啊，生甲咧乱乱，但是看起来嘛真水啊。哇，这个足长的，嘿嘿，咦，这蕊哪会长长啊？真好笑的。阿高，啊你真好笑咧！啊你哪会白捡涂骹的物件？我倒无白捡咧。老师咧讲，你拢无咧听。老师讲吼，你会感受迄四处练灯的风景，才找到灵感吗？不过我的灵感你甲我讲呢，伊就想要甲这个草啊，拢加入去啊。金蕉甲阿狗讲拢无毋对，花艺创作无一定爱用啥物才是正确的。像我进前嘛有挽一寡野花野草，家拔出一撮花嘛真水啊。像阿狗摕这树枝啊、树叶啊，家做空间的布置甲婚礼的布置嘛拢真水哦。像天讲，水的物件毋是专工去看的，是生活的体会。花艺嘛袂讲，干那啥物款的花才是水的。像我捡的花，水阁好耍，世界赞。阿狗，你是咧创啥？无啊，无无，无，无。个无。金蕉阿狗，找人上解讲。秋天，你讲生活中的感受，你用提出来创作。对啊，无毋对啊，咱会使对五感来发想啊，设计作品。敢会使用看的，可以啊，会使用摸的，可以啊，会使用片的，用吃的，用听的。可以啊，真正可以，非常可以哦。啊！我不相信。金蕉，你看，这就是看起来大大的秋天啊。有影呢，秋天较罕咧落雨，是一个打扫的季节。真特别哦。打扫啊打扫的感觉，佮碰碰。碰碰。来，阿狗，你摸看嘛嘞，摸起来有摸摸的感觉无？哦，真是的呢，摸起来感到阮家阿狗是阿狗花。你想要食看卖无？真咸哦！啊，我唔敢食咸啦。你看，我用一寡辣椒啊、蒜头、个姜，这食起来足咸的哦。伤咸啊啦！买啦，你食看卖啊！阿狗，你来品看卖咧，有啥物特别的味咧？我闻到一个甜甜的味呢，敢若是巧克力豆的味。是盐水的味。这是巧克力波斯菊，就是你拄仔闻到迄种甜甜的味。吼，啊，这是盐水的花哦。阿狗，你是毋是无介意食盐水啊？你哪知？你拄仔敢若无啥介意这种味啊？听足困难的，我唔相信，听嘛会使。金蕉来，你听看卖，你有听到啥物声呢？是真的，哪像听到风咧吹声。我这用波斯菊啊，佮用这狼尾草啊草煮煮，袂输敢若有一江风对只安尼吹来的感觉，有无？就凉的，真凉哦！再吹一遍。吹。哇，老师够厉害的，我会赶紧把这个拢学起来。除了会以外，秋天上课进前，拢爱替学生款家师。专业助理的我，当然嘛爱斗准备。阿狗，你看这支茶几，靠这支吼，啥物物件拢会当放入去花束内底。啊，啥物物件拢会使教哦？安尼，我嘛要赶紧来传我的秘密武器啊！好，咱即马开始要拔花啊吼。好，啊，恁拢捡恁的材料对无？对。等下呢，先甲恁的材料安尼甲分好好势，一项一项甲捡安尼整齐，
啊，要摕火的时阵，咱较好摕吼。好抓咱落来要来做，开始要甲火捏起来吼。捏起来，啊，即马先摕较大蕊的火咧你的手管顶，大蕊的，大蕊的先甲伊放咧手管顶吼。大蕊的开始，啊，咧放的时阵吼，因为咱不爱互火拢钱做伙，嘿所以你的手会使像我安尼比 OK， ，OK，吼，你的都是比 OK，嘿，松松甲伊放入，啊，就火就哪插哪插。老师，我有问题，好，你啊，讲，你放安尼空间就是家己设计，嘿，无一定爱安怎。对。哦，安尼我知啊，啊，你的火有安尼关关。加加加有迄个关家的感觉就会使啊，吼。嘿，老师，安尼像恁若手较大，就会当弄较大束安尼晓。嘿是安尼应该嘛是哦。安尼今朝你嘛会使开始做，啊，到你嘛会使开始做啊，吼。哦，那就水啦。嘿，老师，你看，真水啊！真水哦。嘿啊，我就知，哇。啊，毋过咱有小可一个所在会使调整一下。老师，你讲啊，毋过，嘿啊，伊这肥羊啊，咱会使搁小可搁加一下。搁加一个。啊，这叶仔长度咱个加加只。哦，对，安尼看看，较好，你感觉呢多好。哇，老师，我感觉，你看这，你看看得出来无？顶头有字，啥物字咧？足卡，我的手足卡的咧。我跟你同款，是毋是足有天分的？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莫搞学了，我知。啊高，啊你哪还袂开始做？啊，老师，嘿，我这个花拢足水的呢，我拢想要爱。会使啊，当然会真是的使啊哦。但是吼，因为色彩真济，咱等下咧拔的时阵吼，都爱特别注意哦。安尼我教你做。好好，啊高，你会记咱手爱比啥物？比 OK，嘿，对。嗯啊，因为咱的色彩是毋是足侪种，对。所以吼，咱会使共款的先甲伊摆做伙，哦，色较相共的放做伙。就会看起来较清气秀。咱即摆也差不多啊，吼，你看啊高。老师，你看，我阁有创我的秘密武器，是我上爱食的红菜头。这嘛会使放去咱的花束内底哦。真是的啊！嘿啊嘿啊。啊高，安尼咱就完成啊哦。哇，足水的呢！哇，我足介意的。多谢老师甲我斗相共。你阿嬷一定会足介意的哦。哇，真是的呢！老师，我的蛮好啊。哇，真水呢！哦，而且我阁有一个足特别的物件加在内底，真的哦讲金两三就变出来。好，好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真水哦！我敢有算过关。有啊有啊，有过关啊。哦，应该是算你学生内底第一、第二名的吧？袂歹啊，袂歹啊。我知，老师你一定是歹势甲我学了啦。安尼我是毋是有够格做花艺老师？当然会使啊，但是吼，今朝你爱对花有熟悉，嘿啊对色彩嘛爱有熟悉，好，啊对空间拢爱做有熟悉，有一寡花艺知识你嘛爱学习。有啊，我拢已经做熟悉啊。我搁传一寡礼物要送你哦。还有礼物，歹势吧？这个册你会使现现看看咧。哈，你若要做花艺老师，这个册你嘛拢爱看过哦。是啊，做老师我爱看册考试哦。今朝我看你要做老师吼，阁有一段足长的路爱行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阿高拍拍鼓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高，伫我边仔这位是。我是秋天老师。哇，老师，嘿，哇，你带我来这个公园足水的呢。无啦，这毋是一个公园啦，这是一个园区啊。像我一开始拄创业的所在，就是这个所在。你看这张，恁看，你摕。进前的店内底就是生安尼，哦啊有卖一寡花，敢若变个少年吼。变个少年哦。
金少，嗯，我等下要教课，你有想要做伙嘛？好，你找我就对啊啦，我是上赞的助手呢。你即摆是毋是要准备上课要用的物件对无？嘿，我来帮你摕夹刀甲花，嘿嘿。无，毋免，咱要做的是水晶花，因为工具甲家私无共款，咱需要这尖水眼啊，啊个铁线，这两项。哈，嘿，水晶花，嘿，大家好，大家都有食材老师吼，毋过你无食材我是今仔日的班长，我叫金蕉。大家讲金蕉好，金老蕉。师要开始上课。咱今仔要做的是这个玛格丽特，公仔甲摕咧倒手，啊铁线啊洗三连，发开就是一个甲洗开。啊，干妈你看一下金蕉伊的铁线安尼敢对？敢毋对？那像有一点仔怪怪，哈？什么？毋是甲你会共款？爱无分开。哦，安尼啊分开哦。嘿，水晶花是用铁线凹做花的形，阮特别的膏仔来染色做出来的，看起来袂输真花哦。哇，这个花拢足水诶！哇，亲像真正的花呢。毋知敢会当无？哇，姐姐，你做甲足水诶呢？普通啦。哇，啊你学这学足久啊？哟。我刚学尔呢。哇，哪有就做甲遮水哦？啊，金蕉我看你做诶。哇，我嘛打学尔，你看做了袂歹吼。啊，人姐姐打学做安尼，啊你学咧做安尼，吼，一个看，大项发现你拢无认真啊。两个姐姐你好。你好，阿家你好。嘿嘿，哇，恁学这拢做甲足水诶呢。多谢你，系啊，我嘛安尼感觉，阮老师教了介好啦，是这个老师教到，凹铁丝的时阵，啊，这铁线的时阵，甲组装起来，嘿一蕊花嘿足感动的。哦，你看到做好的花吼，会足感动的。用这铁线凹的，我凹到这花。嘿，足趣味的吼。系啊，老师这个引导，我足高教，我足善良的，因我常常带我去做公益，我有去老人协会。哦，去甲迄人是大人甲因做物件插花，哦，因一定足爱。哇，咱真正做出一朵花，哇，真赞嘞！加赞，真正多谢老师。做老师真正无简单，秋天即马除了做老师，教学生做花艺，嘛不时会出国进修新的技术，真正是甲花艺当做一世人的工课。花对你来讲，亲像啥物？花对我来讲，敢亲像老师咧。伊是你的老师，安怎讲？每一种花其实拢有伊家己的水的模样。回到我们自己身体，回到我们你家己嘛有好的所在、水的所对在。你做花艺即个工课，想要互大家啥物物件？透过花会使互人传，咱会使甲即个美甲善，甲传递互伊。摕到花的人会感觉啊，足水的啊，伊都有笑容，感觉心情足好的。啊，有一种祝福。因为有人无一定是讲欢喜的。迄个场合送花嘛，有当时啊是咱破病，有当时啊是咱较无好势的所在，咱送花互伊，伊会感觉啊足温暖的，最有迄个种祝福的感觉，就是一种幸福的传递。所以我感觉你就是一种互人送互人幸福的人。对秋天去花园找花挽花，家己整理做成一束花，看起来美丽简单的花束。原来需要这么多用心。秋天讲，水无一定看会到，有时阵是爱踮生活之中慢慢体会。我才了解，咱学的毋那是安怎拔花，是爱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，把花变成咱喜意的模样。这就是花的魔法师。
我甲金蕉有找到一项物件最适合你的，要送给你哦。当然，花器哦，这是啥？这是你。老师你创作的时阵爱看水的物件，都看咱两个就对啊。对啊，逐工看。大家看就会创作出最好的作品哦。对。